我今日咧感到好光榮、好榮幸，接任警務處處長一職，去帶領一支好優秀嘅團隊。我首先咧想喺度咧係多謝行政長官嘅提名以及國務院嘅任命，同時間咧我亦都想喺度咧係多謝剛剛退休嘅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先生蕭 Sir。同一時間，我亦都想喺度多謝我嘅同事、我嘅一啲戰友、我嘅朋友以及我嘅家人，特別係我父母，多謝佢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鼓勵。喺嚟緊嘅日子呢，我將會延續歷任警務處處長佢哋嘅專業精神，承先啟後。我係會繼續帶領警隊，以忠誠勇毅、心繫社會嘅精神，確保香港會繼續維持係社會世界上面其中一個最安全、最穩定嘅城市。